西方的大柱上有大鹏，北方的大柱上有灵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请上师指点。蒙得好，蒙得好，真的好啊，真的是好梦啊！现在你们听着，我来解释这稀罕的梦，预示的梦。向至尊三世佛，众生孤主，烦请那若巴座前敬礼。梦见的南瞻湖北方，正是佛教兴盛的雪域藏地。那耸立的雄伟雪峰代表老汉我马尔巴和正法，那雪峰高耸云霄，象征我派正见无可匹敌。那日月环绕峰顶，是我派修习的至悲光明。那光明照彻虚空，是大悲扫除了无明和昏愚。那四方有大柱子，是我新传四大弟子。这东方盘根的狮子，具足无量心对地的彻顿。南方大柱子上的老虎，是应验的雄帝的河敦屈多。西方大柱上金翅，是应验着藏俄的美敦。北方大柱上灵柩，是应验着贡唐的米拉热巴。那孩子是于世无双。禽类百鸟不满9天，是指噶举派将兴盛延绵，众生会幸福又美满。为师我应做的事已经做完，现在轮到徒儿去施展。听我老人的叮咛，将来修持传承派的教法，是能发扬光大。是。马尔巴大师赐给雄帝的额登多屈一种讲授本序的方便法药，此法门系依据6边4理来讲解密经。他是一个如珍珠串般的教授。又赐给那若巴6种庄严、朱砂宝石的本尊像、烧饰用的勺子、印度注释的经典等物，同时吩咐他说：“你以讲解之门去善利众生吧。”马尔巴赐给对地楚敦旺额一种千石法的法药，他是一个如天窗开启则禽鸟疾飞一般的教授。又赐给他那若巴的头发、指甲、甘露丸、五佛冠等物，嘱咐他说：“用千石法利益众生吧。”赐给藏俄的美敦村波一种光明教授，他是一个如黑暗中点燃灯火一般的教授。又赐给他那若巴的金刚灵杵、蚌壳、天灵盖等，同时嘱咐他说：“要斩断中有。”赐给文喜一种着火定的方便，他是一个如节木燃火的教授。又赐给文喜弥勒巴的帽子、那若巴的衣服等。马尔巴大师对这些弟子们讲道：“我根据你们个人的缘法，传给了不同的教授和加持力。现在，你们回到各自的地方去，专心努力弘扬佛法，就可以广利苦难众生。来世在净土也会和我现在一样相见的，你们高兴吧？文喜，你可以在我这儿再住几年，我还有很多殊胜的灌顶和教授要传给你。”好的，遵命。
妈妈，贝达，贝达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贝达。文喜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，上师您请用。您请用吧。文喜，上师大宝，我十分想念妈妈和妹妹。这回我能不能回一趟家乡？如果我去了，会很快回来的。孩子，你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了，现在你回去恐怕也难见到你的母亲。但是你要走，我可以放你回去。当你来禀告此事时，恰恰遇到我在睡觉，那是我们师徒今生不能再见面的预兆。但是那是太阳照了屋里，又是你将会使佛教弘扬如红日当空的预兆。你将会有许多徒弟，并且都是大成就者。大美马送供食来，这是你以3位禅悦之士为自生的预兆。你不要只为了财物或今世人情而传授教授。如果是有溯源的弟子来，纵然没有财物供养，你也要传法传教授。至于像德罗巴折磨调伏孤主纳若巴，或者像我折磨调伏你那样的做法，对根器下等的弟子是难以奏效的。所以这类方式的法要用停止讲说。仅以财物为供，我并不喜欢；以信念为供和发勤恒之心才令我欢喜。我才把别的弟子们都未得到的所有教授都传授给了你呀。能成大义的尊者呀，赐给你于义无碍的教授。你我和法一共3位，愿不坏不衰不干涸，让他在弟子你的手中花开叶茂，果实累累。